伟伟，你等我啦！你到底要创啥啦？你出来这个恐怖的所在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结婚啊哦，而且我囝嘛生啊，你想要对我后背来是毋？我要喊救人啊！你后背讲啥啦？物件有查无啦？有啊，你就叫我炸一寡干啊，我就我头一阮妈妈迄，伊讲要种菜瓜啊，是种迄，嘿啊，你莫甲讲诶，伊较知影，我来头提就生气诶，嘿啊，志老师在倒，志老师，哎呦，讲我伫咧这个行啊，志老师，哎呦，头是讲今仔日阮来提提阮。哦是啦，老师你家哦，恁兜带水沟啊哟？无啦，哪可能带水沟有啊？迄家我都无发现呢。有你看，遮侪滴阮。哦对啦，遮做做青地的呢。对啊，阮的厝边头的本来就会有这种野生的滴阮。是啦，因为阮兜遐嘛是拢有这种食物，但是你行过去都无啊。对啊，对，因为今仔日有落雨，落雨的时阵啊，这青地就会走出来，无落雨的时候青地会没去。哦是哦。是啊，老师，这是市区了呢，要甲头哦。啊，我有甲你用请教过啊，有甲问过啊，对对，啊。有甲问过。哦，是这安尼一阵仔就会变扫一个，若是讲有需要，就你要来摕这青田啊，还是遮过拢会用的就对啊。对，因为无摒扫嘛是环境咧就垃圾咧。还会使做这个生态干啊，对吧？对，做生态干啊。对啊，你讲爱炸这生态干啊来，伊骨头因妈妈要做迄龟仔的干。会啊，对啊，安尼就好的啊。安尼会使吗？会使，拢会使，只要干啊拢会使。就好。妈妈迄伊讲的，唔想我讲啊。所以你是特别甲阮约伫咧食啦，啊，毋过若是一般来讲吼，若要找即种青田啊，还是遮粿吼，用一般其实去买嘛，买会着就对啊。阮的花旗有卖。哦，花期的，回去对啊，无就去个工作室。所以我感觉老师吼，就是足用心的啊，因为伊要教咱做这个生态干啊嘛，伊就先带阮来遮了解这个环境，爱知影这吼青地吼，哎，需要有落雨的时阵，足淡的所在，才找得阴阴到。暗暗，对无？啊，湿度啊较悬的。啊，阮的汤啊爱有淡薄仔水啦，无植物会失水。我搁想讲，你这汤仔来淡淡的。我调过伊的。可以啊，你知影没讲没讲。好，安尼去个工作室好。带水，哎呦，刷水，水，炸水啦，炸水啦。炸水，来去。炸仔。哇，你讲这外口足水耶！哇，敢若树林内底吼。对哦，足水的。对啊，哦，足侪食物咧。特别照顾的吗？一定有的啊。哦，够芳的咧。哦，啊，而且内底嘛足侪食物咧哦。足侪食物。这里来，那些食物的香味，啊，搁有甲精油的香味吼。老师，啊，你讲要做这个生态干啊，啊，你遮侪物件是该做。我传足侪的食物来，互恁会来做生态干啊。哦，啊你，你已经拢传好啊？对啊。传阮去啊。啊，乌人的迄。讲着。我是调过伊啊，我想要下恁熟悉，熟悉无共的环境下的植物的。淡啊，黑暗暗的行啊来，才会去看会到这种食物的。对，这种食物。所以老师要甲他带遐的迄个生态所在拢放在这管仔内底。无毋对。哦，这神奇呢。对。咱来做啊啦，紧来做看卖啊。做这生态干仔的时阵啊，爱先放一个发泡链就食材行会使买得到这款物件。花期应该嘛买得到嘛。对，好。这款物件会使互阮的下口的迄水啊，有较侪的空气。所以这种发泡链就伊就爱放伫咧上下口，对，头一层，莫放伤悬，因为阮爱把空间留互食物去做生长这样子。所以我看安尼差不多是1公分，安尼会使。所以倒安尼差不多就对。安尼会使无？就是安尼1点仔。对，然后第二层是用这火山石，啊，火山石的所在，阮放安尼1点点就抓个大概2、3小把。哦，安尼一丝丝哦，伊2、3把就会使啊，免用甲遮济啦。对，安尼就好啊。就是安尼1点仔啊，
安尼伫迄个内底，对。哦，迄个比例是安尼就对了。因为阮用这头的时阵啊，阮爱让它更多样性。对，是安怎爱较济？人啊对自然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有限的。那我们其实让东西更多元性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让大自然东西被保存下来。第三站我爱用这恰玉头。对，恰有头，恰有头的话，伊就特别也在观察伊的颜色。哦，因为伊搭也是淡这色无共款。对。哦，因为我进前有饲一寡动物啊，像水鸡啊，拢是用这日本的头呢。哦，真的哦，用进口的哦。对，这头就特别，这头是灰山爆发以后啊的火山灰变出来的头。对。你会使为这头看这个淡，还是搭的程度啦？唔对。安尼这唔都爱放较济？没有，这爱就特别。这较贵啊，你爱坑啊，靠近外面这样。哦，是哦。对。坑外口啊。坑外口，你看哦，安尼。爱绕。啊，中啊就变就对了。中啊也使变。一丝丝啊呢。这是要看伊的这色就对啊。是啦。对，安尼。哦。好。我来用这第四站。第四站就是。头就一般的头嘛，这就种净花啊，净花用的迄种头。头就重要的哦，因为头是所有的生物最后分解而来的，然后它是生命的开始，也是结束。对，老师讲的这真正是就意义的，这为这生态感染就看这头的重要性。所以老师你安尼讲，这头我都袂应该去我一般我厝附近的迄公园啊，还是路边啊，那乌白乌。拢会使。因为你看我这头内底有足侪无共的食物。对啊，内底有菌啊，拢在内底。对，啊，我若是本来我厝内底有这种，也是敢若是安尼啊，内底有饲一寡迄食物吼，啊，我甲伊剥掉，啊，用迄头嘛是会用。会使。对。好。那生态感染较特别的所在是，阮头啊变坑足多的，因为时间愈久，伊的头就愈来愈多。是哦。落叶啊是。对，伊的叶啊会变内底的头。哇，这神奇的呢，所以免坑伤济就对。对啊，这就是生命的循环这样。就好算诶。真的呢，伊讲这头就代表一个生命开始，是为这头开始发出来的。阮头用好啊，即摆来用迄食物的所在。好。那阮会使看到阮。准备就做迄青地吼，青地青地的话，比较特别哦，你们来看哦。好，今麦阮拿这青地啊，给它坑到阮的头表面这样子。拄袂死去哦？袂啦，因为那个青地无维管束，伊袂登去。所以这青地唔惊你安尼出来就对啦。就敢若是阮的青青的草地这样。青草地，对，你看卖哦，这青地我坑落去后啊，阮的头啊就会落落来啊。所以就刚刚阮的土地有被那个植物保护起来一样，就是下大雨啊也不会土质崩塌啊。但是如果你看你这个直接放下，应该全部。我知影你的意思啊，你意思是讲这个大自然咱都要好好去保护，安尼才有遮的这草地，你去保护咱的土。无对，那阮用好这青地后啊，阮爱用这其他的这叫做钩炸桑啊，钩炸桑。对啊，阮的老师公叫古早松，它的话是国语叫卷柏类的植物。对，种的时阵啊，阮会使挽阮想要滴的，安那种的你看卖哦，这有伊的根啊，伊的根的啊。然后阮用阮的镊子挖一个小洞。然后可以把它浸落去。就插伫个你想要放的所在。对，插在迄青地上面就会使。浸这形态敢若是你爱有悬有 A， 有悬有低就对了。有悬有低安尼植物的迄受光会较均匀。那阮的嘛会使传一款迄像酒桃，酒桃来做装饰这样子。平常时做这生态感染，就使放在你的办公室啦，对啊，是放在恁厝的内底，会使看内底的生态是安怎。这嘛适合囡仔，安全。
老师，啊若参像讲我若是厝的有花，迄种有色的、有色水的花，我敢会用放在遮内底？哎，刚刚就适合的呢。有淡薄的花会使放在内底，伊无需要足光的光，啊，为什么花较要讲？敢若是金线莲，金线莲。金线莲，对。啊，若参像我即摆安尼用这啊，我爱安怎去照顾伊哈？啊，逐工压水吗？是？免，免哦。因为阮刚才的青地啊已经有水啊，哎，所以阮只要把这盖子盖上去。哦，啊，你安尼看挂，伊毋都翕掉的，就死去啊？无啦，伊哪会翕去？因为这敢若阮迄阮的地球有大气层共款，阮的水气会来内底做循环，我想讲是爱甲这挂拍好开，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安尼个打去，就打去啊。对啊。所以我咧看挂进前，我后面压水，就互伊内底的水分啊，你家己放就好啦。你的头有较侪，我会加淡薄仔水，总安尼一点点啊尔。无够啦，伤脆大啦，安尼就会使。安尼才大呢，对啊，安尼真的。一嘴拢无呢。无安尼就真会使。啊，放偌久个再来加迄水一点点嘛。应该无需要加水啊，无需要加水啊。除非你把盖子打开来，然后你修剪植物，然后去加。对，你的时间放的足长的，水就会补起，嘿，水分会走去，会走去。这神奇。悬呢。所以就亲像你遮这大罐啊共款哦。这内底规个拢是水气啊呢。有淡薄仔水是必要的，哦，是必要的。对。啊，阮如果要整理的话，就是我来开这罐仔盖子，哇，你就使摕卫生纸啊，内底安尼切的。所以老师拄仔这个罐啊，你都拢无过压水过啊，啊伊就会家己一直变做安尼哦。对啊，水气的安尼。这水气是植物咧循环的过程中家己产生的。所以有水气了，还有这土，就一直安尼，一直胖，一直胖。食物你家己的孙团对，食物，食食物的生存啊，有三个足重要的要素，我知影。一个是水，一个是空气，还有一个是啥物？光线。光线。对，是光线。爱有光，啊，毋过袂应该晒日头。对，爱有光，袂使晒日头。爱24点钟拢该照嘛。一天爱有8到10个小时。遮久哦。其实我进前有做过呢，但是我进前做的这种心态干哦，饲无偌久内底拢生菇啊，拢臭腐。你知影为啥物生菇吗？因为食物伊无想要活，伊就会生菇。伊要自杀。因为你的环境无适合它。哦，环境无好，所以食物就用生菇的方式自杀。对。那你知影安尼要怎么去除迄生菇的状况吗？就是规拢淡掉。唔是啦，把迄生菇的迄所在给乌掉。唔是，都唔是。无是啊，日头用日头拍。所以就是讲，伊若有淡薄仔生菇，就紧用迄电火给照就对啊啦。对。照差不多8点钟、10点钟安尼。有可能你的电火无够哦，对。是哦。要用较特别的电。你爱放在可能是你的窗仔边大概1公尺到2公尺的所在，阮叫做散射光线。安尼就会使啊！安尼光线袂讲介强，这真正是大自然家己的方式，伊会家己治疗。对，伊个生菇的迄霉菌就完全无去啊，就是。因为老师头拄仔讲生菇，我感觉有时阵咱人嘛会生菇，对无？你看着咱落雨，落雨咱心情就会无好。但是无好的时阵，咱就来靠这大自然的这力量嘛，这个食物，还有这个土，其实这内底拢有一种能量伫，我感觉。毋过老师，我头拄仔看恁遮摆物件足多，有这金油，啊，还有这什么物件吼？这是我写的迄哦，老师，你讲咧讲算命哦？对啊。牌呢？这是迄个塔罗牌。塔罗牌呢？不是，这是我写的迄叫欧干文，也是凯尔特人的一个文化这样子。他们从食物上面的获取更多的有关于人之间的关联的讯息。我会想到一个电影《阿凡达》迄种感觉吼。食物就是这种大地之母的感觉啊，无对，你讲对啊，上面的每一个字跟排列的图层都是我做的，你哪搞看的啦？后边咱两个爱定定来，
来遮甲老师学这心态感呐，对啊，无来看伊迄牌啊，自我安踏是即嘛现代人就哦，迄最重要的。真诶，安尼生活才会美丽。对啊，生活美丽上重要。真诶。你看啦，迄个黑木引导，哦，迄个扛棒，迄酒那才有啊。伤蛤蟆啦，边还佫有啦，你敢若安尼翕一张相吼，都甲伊做出来啊。敢若恁兜行啊靠咧，啊，还有迄个茶啊，你看，顶管佫有写字咧，哇，足厉害的呢！你看迄台车内底佫有报纸呢。你看伊这就是吼，平常时拢一直有伫咧生活当中去甲伊观察。是，迄厝尾顶吼拢是银影呢，怎啊嘛看会到呢？无安尼过去啦，去甲老师学啦。是吗？这看起来足困难呢，这到底是要安怎咱创？玩到咧手毋是嘛足油诶。对啊，我手足油的啊。对啊，甲老师学一个啊，我走什么半手咧？对无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早起来看啊。安尼好，无得开吼，咱成功了嘛，会使办这展览展览。应该是真困难啦。老师， ，Hello，你好老师。哦啊，你甲阮有伫咧遮啊？是你的工作是伫咧遮吼？哦，我的工作室就在这附近啊。这条街吼叫白人街，是是。啊，我若去领货，啊，若经过红绿灯拢会伫遐等。哦哦，啊，对这间厝就小可有注意。这间厝算讲嘛是你的创作的重点咯。对，你看这个图样吼，好，说伫咧阮新店四界拢有。啊，你若搁看伊这间厝吼，有一寡物件是咱咧创作的时阵，会使好啊想讲这个物件要安怎做，对啊，啊要。用什么材质。嘿，啊，啊，搁这种破破的、搁凹区不平的所在，嘿。这种对创作人是一种挑战的。啊，亲像你即马安尼讲嘛，啊，你是用记起来的，还是讲你是用画起来的，拢去记录，还是翕起来？翕，翕哦。啊，若有必要，我嘛会摕笑来量。哦，因为你讲迄个比例足重要，对对，无？啊，若是讲我无笑，我就可能用手吼，安尼去摸一下。哦，用摸的嘛是。摸我来翕起来。哦。啊，我这个砖头啊，我等下我来去量，安尼咱手就是比例尺。你若量无准，你甲缩小吼，伊就怪怪。就无像啊。啊，那安尼讲，你是拢是记录者，你有看过的厝，还是讲有的是你家己想出来家己想的嘛有啦，因为我作品内面有一寡科幻系列。对啦，有迄更大。自由对。啊。算讲创意甲即个现实的作品会使拢夹到底。你有感觉有啥物你做袂出来？空气我做袂出。哦，空气我，空气不要空气，空气嘛免做啦。拢会用的。伊啊，伊就讲哦，今日要甲你好好啊学一个，看以后伊家己嘛要开一个店啦。啊，无你今日来教我安怎做。好，那咱就来做。好好好好。老师，你讲叫阮炸一寡厝内底用袂着的物件嘛？啊，毋过阮两个人真正拢用白乱炸哦。对，撒一寡粪扫啦。你帮阮看一下。安尼真正有法度用得着吗？老师这基本是全部拢会使用啊。全部呢？你确定？哦，这个啊好啊。真的哦。这看起来嘛，敢若迄种铁厝的厝这个是的顶。对，这个用来做体验感觉，啊嘛用个顶头放一台乌多摆吼，嘿，敢若做一个展示台有，做这个可能5分钟就做好啊。 5分钟啊，紧哦。还讲啊，敢若足简单的。这个吼，你若有看过我的作品吼，有一个叫快乐时光，啊，外口有一个扛棒，Hank Bar， 哦，就是用这种物件做的。哦，做扛棒用的这是迄。tape 迄的个办公室内面迄个胶台有。对。tape 哦。对，啊，若种物件单调嘛可惜啦，这摕来做这真正用会着扛棒诶。拄拄好。啊，若是这咧，这个敢若金属的物件吼，嘛是会使用啊。若讲像这种物件我拢袂单调。哦，这个我若因为伊本身伊就有擦啦嘛。
好，咱个稍微甲旧化吼，做新鲜吼，啊，你就凊彩蛋伫你的肠进来，伊就敢若粪扫其中一项啊，伊会做煮咧。嘛敢若金你用哦。掉安尼，对，哎，这杯你有看到？哎，这就你头拄仔对哦看迄个所在啊，对迄个剔除啊这。个时候我一直在看这呢，我想讲这唔就是你拄仔咧甲阮讲的咧？对，这个已经做差不多一半左右啊。就真的吼。买路拢用安尼粗粗的。啊，讲有迄啊，这安尼真困难呢。阮两个人是要甲你学这哦。无，这恁若是要学，可能爱几啊年。咱会使做一摆较简单的。对啦，简单的，无我爱伫遐待在遮嘛歹势。系啊，安尼你甲阮教一个，阮会去五三。好，无问题，我教你一摆基本。咱做两项物件，一项是易开罐，哦，啊，搁一项是饼鸭。哦饼啊，啊，你即摆看的饼鸭，这拢是我家己画的，哎，你足厉害。用电脑做稿，啊，做好去印刷出来的。哦，哦，你看敢若做成啥物件，啊，其实甲伊无关。嘿，哎，对呢，迄字无无共款，哎，有商标的问题啦，爱改一个。啊，因为伊是立体的啦，哈，所以你伫咧拗的时阵有一个美感哈，你就是爱先扭线。你即摆看有一寡做油的线条有，啊，这个线条就是要导引你去甲安尼画出来，啊，安尼画出来。等于讲啊，画念的就较好拗啦，啊，你啊，等你拗，你就足紧的。足紧的。哦，啊，你若无画这条线吼，你拗出来顺就袂水。就要安尼直啦。哦，啊，即摆再来用这个哈。都要改一上长的所在一定爱用这种格式去画啊。啊，像我即摆切的哈，嘿，这拢是伊看会到的面。啊老师，嘿你是从一开始的时阵，你就是咧做这道的哦。对，我伫咧25岁日本转来开始咧画图嘛。啊，25岁以后，甲朋友开设计公司吼。啊，后来伊无爱做啊，就变我开始做设计。哦，啊，做设计我就开始学电脑。嘿，啊，电脑嘛是迄个时代拄啊出来啦。嘿，吼，所以我学差不多2-3个月，啊，就无小心就变白面的职业。我只讲的尔，伊这饼啊饼啊已经甲伊用起哦这个来形体印出来。嘿，啊，头拄咱有用迄笔安尼。顺吼，你就安尼去甲拗。真的呢。哎，老师，这算是一个美感呢吼。对。所以讲老师在做这个时阵嘛，用到较早设计的迄个概念啦。啊，当然你较早咱学的物件，拄啊拢有关系嘛。哦，你若要做模型，伊一寡空间的比例问题，对哦，拢甲做室内设计有关系。像种刷啊，是讲传单啦吼，这全部拢甲平面有关系。哎，真的呢。啊，咱若是讲咱搁画这个图有无？这个涂鸦，啊，这就甲我伫日本学的物件有关系。所以等于甲我认真所有的物件哈，发挥较精伫这个髓。绘术模型内面。哎，真的呢，所以无简单。真的。好，啊，头拄仔咱即拗出来哈，你搁共款用这个棒哈，安尼涂一寡这加油胶质，这算简单，等你搁来做如意。无我目睭已经。哎，老师，你目睭真好呢。我目睭先天弱视，左眼先天弱视，所以我变做兵。啊，我拢用右眼来看。这是病单病吧？大目呢，哪有可能呐？啊，右眼搁老花，啊，搁散光。啊，你哪会要安尼？互你家己安尼遮忝啦？啊，袂袂，做欢喜的呢。啊，这啊，伊的立体感就出来了。系啊。哦，啊，即马剩伊的四边吼，共阮用这个棒子去甲涂吼，先甲两边涂咧下面，去粘胶啊去拗。就是等于讲，就是用你一般伫厝食迄个饼啊啦，啊，甲放放啊足细安尼啊。老师，我看你爱这样呢，用我足困难呢，足困难呢真正。安尼最简单的5分钟变5分钟。啊，出来就是会较麻烦。哦，是哦。OK 啦，我本身有在做这个模型，所以来就哦，应该挑战。这关啊关啊吼，这个是阮开发的啦。哦，阮开发已经做甲这个形体吼，仿照迄个易开罐的形体缩小
12分钱，所以你就爱去量伊顶头的结构。哦，即马伊即个结构，你甲注意看啊，易开罐有2种，一种是较传统的这种的，拉环的。哦，对，你啊扭，啊伊就按掉啊。这烧油啊吧？哦，所以你讲你我目睭休困，我目睭在疼。啊，搁一种就是油的，你甲捏落。啊，伊会个冰甲另外一边对的。啊，爱捏落去，啊，伊的即个环盖吼，伊就变90度。对我知影这。吼，所以我就开发这2种，啊看，人客要用倒一种来做。连这拢爱分哦，对啊，即马拢嘛是这种啊。即马拢这种的。对对啊，啊有的人伊做长期，伊要做民国，可能58年， 58年的时爱用阵。这种哦，你易开罐拢有无共时代的易开罐。做现代化的，好，哦，吐起来，嗯啊，种子安尼，卖喷飞就好啊。即马吐起来这支吼，镊子嘛最重要的。那钢骨都精。这支伊是做油的吼。我看你迄头前迄头足尖。做尖的吼，嘛算危险。哎，说你。啊，这个你甲看一下，伊有分2面。两边无共款。对，伊一面照有一个凹痕吼，嘿，这是顶头，我多顶，出都袂使出，袂使错。管哪只油。哦，啊，咱用瞬间胶吼，黏起来伊会变下来。哇，哦，啊，重点就是讲，即摆伊即个拉环有无？这个较油呢。哦，拉环你爱知影讲，伊扭开吼，嗯，伊毋是直的。哦，所以你快用这吼，主要这个所在爱要扭一个敢若就是刚人拄甲扭开的。有开的感觉。哎，这真正好油的咧！你弱势会使做到安尼。因为我右眼我看有，吼，安尼这个感觉就出来。啊，你若无甲这个细节做起来吼，啊，就无叫萎缩模型。啊，上尾一个吼，这个叫水贴纸。哦，这样就好耍的呢。哎，Q 起来呢。因为伊做油的，啊，伊做薄的，嘿啊，伊拄着水，伊就开始会敢若 QQ 的。 ，Q 安呢？啊，即马水抹好吼，那过1分钟吼，伊就会慢慢脱离吼。啊，伊即马伊的背面有加伫咧内面，是。啊，咱爱甲细腻的一面先固定起来。哇！啊，伊家己伊的更起来顺啊更起来。从你一开始做这塑胶模型，到即马安尼几年？第9年啊。第9年哦。啊，你敢有影响你上严重的一件迄意外是安怎？较严重的就是塑胶的物件我摕来烧，啊，就开始感觉身体敢若怪怪的。啊啊，后来去看医生，医生就讲你中毒啊，啊，就头就醒一礼拜。其实就危险的。对啊，后来我就买防毒面具，哦，若真正要烧啊，你都我就会爱挂甲电风的啦。拍开，开吹风。对哦。安尼会使来做啊吧，老师。好，会使处理啊。安尼我做头仔恁等下我会笨手，好，试看卖会变啥。老师啊，亲像啊，咱即马安尼用这塑胶模型吼，啊，你有遮侪这作品啊？到底讲咱咧做这作品的时阵，伊的重点你拢会去观察到啥？第一点上重要就是爱对目睭看的物件爱有兴趣啦。嘿，对。哦，就敢若讲你去庄家看到一间老厝，然后感觉啊，你就想要去做伊。等于讲你爱对这个物件你有感觉了，你才会使好好去观察伊。对，微缩模型的是分足侪种的啦。啊，我做的是极度接近拟真，很细。爱愈成愈好，是原则。哦，所以你若比咧，若是走尖去吼，你看就敢若倒位怪怪。哦。所以你迄比例要练好就焦。嘿，你看，哎呦好啊。对啊，我我真够啊，嘿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你嘛用好啊？我嘛用好啊，但是我目睭可能我食淡薄叶黄素。不忝的。哦，安尼袂歹啊。咁 OK。会使会使。会使啦。应该进阶哎，你真厉害呢！哎呦，我拄仔在想讲你咧用的时候，你咧哀叫。真正系啊，该叫。有够。无简单呢。啊，
还真正落去做，你才知影迄困难。因为阮伫下晡咧看你的迄展览时阵，感觉应该就好处理的吧，结果无想到，这个纸鸭阮就用啊遮久。对啊，你用去想讲，来讲一个纸鸭，是讲一个伊个管理啊，讲做3分钟、2分钟吼，啊，你去做一个立体的厝，伊可能是爱用这时间呢8倍的时间。做啥物代志吼，做家己有兴趣的代志，就疗愈的。这social 模型就是老师你的疗愈。迄种感觉吼，是暗时你家己真的伫咧看你的作品，拢会感觉心内拢足快乐的。啊，你头壳拢一定爱有想法，啊，搁爱有故事，啊，你会去想到足侪较早处理的代志。